两国之间的冲突对齐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场内外也展露无遗。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在大会发言中指责中国在周边地区采取的行动引发邻国的不信任。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警告中国，不要采取任何威胁地区邻国领土主权的行动。中国可以并且应该和地区其他国家保持合作的关系，但是侵蚀其他国家领土主权、引发不信任的行为必须终止。沙纳汉在会上发言时指出，数千名土耳其民众在法蒂赫大清真寺集会，纪念蓝色马尔马拉事件9周年，并抗议以色列。人权和自由人道主义援助协会主席伊尔德勒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东突厥斯坦高举蓝月旗，中国帝国主义将我们的兄弟关押在集中营里。东突厥斯坦是目前世界上最被压迫的人，这背后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黑手。开斋节来临之际，乌兹别克斯坦释放了19名女性囚犯。根据乌兹别克斯坦最高法院的声明，法院在开斋节前作出决定，对犯下的罪表示遗憾的19名女性囚犯被释放。去年开斋节前，总统米尔治亚耶夫宣布大赦令，释放了226名囚犯。伊朗总统哈桑路哈尼在德黑兰接见来访的塔吉克斯坦外交部长穆合利丁。他在会谈中表示，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恐怖分子可能会对中亚和高加索形成威胁，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穆合利丁指出，恐怖主义集团的存在对该地区人民来说是危险的，应该努力打击恐怖主义，并且应该进行合作。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发表声明指出，今日实施的第3阶段驻桑人道主义行动从叙利亚战乱地区撤出了171名哈萨克斯坦儿童。托卡耶夫表示，哈萨克斯坦相关部门于5月28日至31日成功实施了驻桑人道主义行动的第3阶段，得益于哈萨克斯坦各参与部门间的相互协调和其他国际伙伴的支持。此次行动成功从叙利亚战乱地区撤离出了一批哈萨克斯坦公民。英超利物浦队以2比0战胜英超热刺队夺得冠军。利物浦今天在西班牙马德里击败同为英超劲旅的托登汉热刺，队史第6度在欧洲冠军联赛封王。